各位观众朋友，早早欢迎收看12月13公司台语台早起新闻，我是陈富宪。新闻开始，先来关心台铁随风到高雄啊，顶住这集的图纸已经并8500公尺输放出来。交通部长林佳龙昨昏搁到现场视察，表示今日下架图纸总并里按14恢复单线双向通车。刚刚定人员讨论进度。交通部长林佳龙12案第5遍到台铁随风站到高雄站之间视察，自随时发生边坡大面积崩落到此嘛，东部铁路已经停几落工啊。林佳龙甲政务处长陈彦碧，也个台铁局长张正元等人，也到附近的土地公庙拜拜。明仔载暗时啊24点的时阵啊，会使完成这所有的工序，后日来顺利正式的通车。有计伫13完成最后收铺，也个把所有图纸拢清运线，这是恢复单线双向通车。为了完成目标，怪手是透明赶工。无想到讲11案8点外发生工程车伫咧挖掘时阵无顺利弄着意外，2个人受伤，好在在送医了拢无大碍。因为控诉过当，撞到止痛档，那紧急送到基隆长庚医院以后。那已经在凌晨0时的时候已经出院，无大碍。一直到12月中旬，已经清运8500立方公尺的土石。不过工程人员发现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走山的情形比原本想的更加严重，而且岩盘早会进入铁轨路，影响铁道通行。原先我们看到是土石滑落，结果我们把土石8000方挖完以后，发觉是整个岩盘掉下来，是整个岩盘的。整个岩盘走掉。台铁讲目标依然是12月14抢通东正线单线双向为目标。第期的抢修作业完成了，中期台铁是规划继续施作排砖冻土墙，加强设置排水系统加监测设备。记者综合报道。新竹日前发生同一犯联络朋友来劫伊脱走，上暗晡一个共犯21号姓李的查某人，也伫昨昏在警方的策动之下到案。姓这个通缉犯伫找到趁介护就医的时联络朋友接伊脱走，这位姓李的女子伫当天才互朋友通知，爱驶车到病院，需要倒咧去协助劫犯人。找集趁警方咧掠其他4个人的时，赶紧逃走，在逃亡3日后，总算到案说明。据女子表示，真后悔。关心国内疫情，昨昏阁增加8例境外病例，分别是对印尼、美国甲英国来的。其中一个母仔囝确诊染病，一个囡仔人才3号，也是国内现时上细汉的确诊患者。国内新冠肺炎境外移入一群增加8例。其中7273072例，拢是印尼籍女性移工，年纪是伫20外到30外岁。今年11月27日台3人拢有阴性检报告，入境了后，加长工3人拢接受印尼专案采检，结果拢是阴性。检疫期完前再次采检，3人才阳性确诊。入境之后呢，在我们国内集中检疫所也做过2次的采检，所以如果这些通通算起来，当然就是说他总共前后做过3次的检验，那第3次的时候一起都阳性。728例是本国籍40外岁女性，今年7月到英国工作，11月27到2名家人返来台湾，伫厝检疫期间出现症状，就医采检才确诊。729例是本国籍20外岁女性，去年8月到美国读册，今年11月30返来台湾，也是伫厝检疫期间出现症状，就医采检才确诊。731例是印尼籍20外岁女性，上部诊所今年11月25到5名同齐人来台，入境到当无症状，检疫期满自费采检才确诊，5名同齐人采检是阴性。733、734例是一对为美国返来台湾的母仔，分别是30外岁女性到3岁查甫囡仔，伫厝检疫期间，母仔小连续出现症状，就医采检了后，2个人拢确诊。同时，查甫囡仔也成为目前国内确诊个案中上细汉的确诊者。研判母仔2个人伫境外感染的几率较悬。在美国的机场期间，这个小朋友是有到这个儿童游戏区去活动，游戏区内的一些环境，比如说玩具啊，或者等等其他接触到，而直接或间接被传染。
指挥中心表示，国内拢总有3位5岁以下确诊者，因为小朋友并不是重症高危险群，3名确诊幼儿拢无出现严重的并发症。另外，顶日确诊的浙江大商甲大港旅馆也确诊的德国男性，2个人病毒基因数的比对，有计1-2礼拜了后才会出来，到时阵才会当厘清敢是同一个感染源。记者综合报道。当作来关心今日的报纸消息，头起先来看的是《自由时报》。中央疫情指挥中心对11个队宣布，已经甲国际药厂拍好定头，注文10万吨的武汉肺炎有风险。根据《自由时报》的报道，这组就是英国牛津大学甲药厂研发的阿斯特捷利康疫苗。另外，咱台湾有机会利用 COVAX 买到辉瑞疫苗，上季明年第一季就会送到岛。刷来看到的是《苹果日报》，美国参议院通过表决2021年各项授权法案，再次强调协助台湾维持自我防卫，卖建立太平洋威慑倡议，强化美国对印太地区的防御。这个法案就等 Trump 总统签署生效，外交部嘛向美国说声。上下尾来看到的是联合报、中天新闻台已经对有线电视录嘅 NCC 对面册刊文分享各国网络监理的案例，互看做是要管制网络。NCC 背回澄清，不过后礼拜一会办所谓通识团报法草案的座谈会。台湾上大规模的电子公布栏的网站，和上出名的电动游戏资讯论坛的法务站长，拢会参加。继续来关心，根据环保署的监测，昨昏高雄、屏东受境外污染源的影响，空气品质捌达到红色指标。另外，下暗开始变天，东北季风转强，恐惊会达到大陆冷气团等级，一个各地头的温度可能会降到剩14度。高雄市明显会当感受到空气品质不好，天顶蒙蒙蒙。高屏地区自11开始，空气品质指标已经拢是柑仔色的等级。12开始的状况更加严重，受到东北季风炸到境外污染物影响，高雄、屏东的空气品质一度出现红色等级。早时起来雾蒙蒙的，到底是水气还是还是空气不好，我唔知。高雄市甲屏东县环保局也启动空污防治措施，除了要求大型工厂提早应付，也针对用地抗地、户外小物件加强稽查，减少严重污染物影响。高雄市的话，又位在整个我们台湾的西南边，算是在它的下风处，那所以整个污染物的累积会比其他县市来得明显。除了高屏、中中地区的空气品质也渐渐转歹，海线地区尤其明显。环保署自11开始协调家人协和、台中云林北仔寮甲高雄恒达等发电厂降载。12也紧急针对高屏、嘉义、马祖、金门等地区发出预警通报。从今天开始，因为东北风开始变强，那就会带来有一些从北方过来的这一些的一个污染物，大概那个今天晚上左右就会影响到那个台湾的南部。环保署预测13、24空气品质会较好一点啊，也毋过14东北季风搁增强，另外一波霾还可能再度影响台湾的空气品质，提醒民众减少长时间户外激烈活动，要外出也爱挂喙暗。记者综合报道。台北市昨昏举行头一件里长罢免案，写到福安里的里面，质疑里长谢文嘉主动开发，所以提案罢免。开票结果是同意票515张，对无同意的1600多票，无通过罢免。16拜六早起，树林福安国中的走廊排队排真长，福安里的民众拢摕着身份证来，就是要为台北市头一件里长罢免案来投下因新生的一票。我们很支持里长，因为他今天是为了那些弱势。做10多年的里长啊，安北开半摆里面大会啦，阮的心声要讲拢无得讲。社道禁止行建超过50年，台北市长郭文铁2014年上任了后，推出开发社道，不过开发派甲主张最好落实安地的自救派，多年来互相对立。开发派积极连任4届福安里长谢文嘉，传达开发错误信息，制造里民对立。提案罢免的陈金勇讲，那罢免成功，无的确会使互民众了解开发案。想要希望他做，但是他做了任内已经14年了，但是他到底有没有做，大家都看得出来啊。里长谢文嘉服务处门口来了未少支持的民众，规工卡来加油电话也无停过。谢文嘉讲，家己替弱势民众争取权益，相信里民大家拢看会到。有厝无地有1000多户啊，
啊，他们说没有低收，低收有396户，所以讲因无了解干，因为想要开发，想要趁钱，对不？钱大家爱有良心啦，对不？啊，所以讲我今日我是凭着我做里长的责任。不同意罢免票，同意罢免票，同意罢免票。罢免案伫下晡4点截止投票。士林区公所统计，法案里有效投票人数4284人，即摆有2191人投票，投票率超过50%。5点15分开票结果公布，同意罢免515票，无同意罢免1666票，罢免案无成立。记者综合报道。今年水情暗道有立委呼吁针对逐个月用水超过1000度的工厂加扣水钱。水利署表示，会阁收集意见，定出收费的规范。水情依然无好，在桃园新竹苗栗公布第2期暂停引产，嘉南1期调组也宣布暂停引产。立法院法制局在1月提出报告，讲可看未来可能定定安尼。立委提出应该加强节流税法，尤其对工业用水大户扣耗水费引起讨论。农业用水优先，那为什么农业先休耕，然后工业还是稳定供水？所以我就提出应该依照水利法18条，就是要赶快开征耗水费。针对用水的相关的一些这些工厂还是比较大的用户而言，是不是在盘点然后跟盘整，然后了解之后朝向是不是有订定相关的一些收费的一些基准？陈椒华表示，每个用水在1000度以上的工商大户，敢若占总用户数的0.12%，却是用30%的自来水。立法院2016年3读通过水利法修正案，已经沟通4年，也不到扣这个耗水费，讲讲是替人民的税钱为大企业节省成本。水利署已经跟产业界开过50多次的座谈会，那不过到目前为止都还在研拟当中，还没有特别的定案。经济部长王美花已经请水利署了解各厂商用水状况，经济部也要求每工用水1000度以上大户节水7%。水利署讲，因为每一个个案情形无同，必须详细了解、收集意见了后，才法度定出扣耗水费的细节。记者综合报道。明年就要开放美国猪肉进口，前国民党立委辛智慧甲公民团体到国会绝食抗议。行政院长苏贞昌呼吁理性讨论，针对地方政府倡议票明3肉进猪肉。苏贞昌表示，若定法律规范，恐惊引起别国的无业报复。近100名民众摕着抗议的标语甲旗仔，集合在立法院大门口进行抗议。公民团体民主监督联盟对政府进口莱克多巴胺猪肉表达不满，讲要集合更加多民众包围立法院。我们就从今天开始，记者会结束之后，我们就在这边埋锅造饭。我经常了，不要走开了，大家说好不好？而前立委辛智慧就发起夜将花静坐运动，并且以绝食方式表达拒绝莱克多巴胺猪肉进口立场。辛智慧讲会号召民众参加，并且对民进党立委施加压力。要求支持莱克多巴胺猪肉的委员拢爱记名表决，负政治的责任。辛智慧也强调，伊的绝食到昏倒送病院。智慧在这里，一个前立委的身份，我坐下来绝食抗议，要求我们也代表人民，我们希望立法院的立委们喝大卖照，对历史负责，对你的选票负责，对你的人民负责，记名表决12月22号以前。而前民进党立委柯永秀也跳工到现场送炭仔为辛智慧加油。行政院长苏贞昌爱辛智慧保重身体，呼吁回归理性讨论。对着双北市长话话，进口猪肉爱清楚标示内底，也是直接标示无含内底。苏贞昌讲，用法律规范强制标示，敢若引来其他国家的贸易报复。政府又不能用法律来限制或设定某些贸易的门槛，这样会被别的国家反而贸易报复，那更不好。立法院下礼拜1会协商开放内地9项行政命令的议决时间。国民党主席江启臣是伫面册，搁再向蔡总统话话辩论内地，呼吁直接面对民意。记者综合报道。南亚立委提案冻结外交部规划加入 CPTPP 的预算，也打算要提国防预算。总统蔡英文甲立委话话，强调爱考虑到国家利益。昨昏中国军机侵了3摆，搁正罕的保去咱台湾北平的空袭缭乱。
总统蔡英文、行政院长苏贞昌早起共同出席台湾抗疫影片活动，要向国际介绍台湾防疫成果。不过，伫国内，国民党立委确实提案，冻结外交部对加入 CPTPP 的预算，也甲国防预算做删减。蔡总统调讲话话，加入 CPTPP 是全面支持，国防嘛是要捍卫国家安全，删除预算会互国际质疑咱的决心。同样的，也是很担心哦，就是我们这样子的。大幅度的删除这些关键的防卫的力量的投资哦，那会造成国际间哦对我们产生一种误解，说我们没有自我防卫的决心。蔡总统强调，希望立委行使职权，要考虑到国家整体利益。而即阵美国在众议院了后，参议院也11表决通过强式版本的2021年国防授权法案 NDAA， 内容包含协助台湾维持自我防卫能力，并且确立太平洋威慑倡议，加强合作中国。美国国会强力支持我们台湾的这个国防这件事情，那我们在这边对美国的国会表达高度的感谢之意。那但是国防是我们自己的责任，那我们也会全力来捍卫我们的国家。中华民国空军总部位于台湾北部空域，高度3000公尺的中共军机可以进入我空域，依照飞行安全立即回转脱离。中共军机一直侵扰台湾，12更加互军事迷记录到3摆进入南方空域，早起更加进入北方空域。中共军机南北夹击，下晡也一度离恒春80公里。根据统计，这已经是12个第11天侵扰台湾行动。咱国空军也用广播驱离。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国际消息，10外当前，南韩有一个查甫人赵岛纯，利用气球空操打查某囡仔，害一个8岁的囡仔人终身不便。法官判伊爱关12天，昨昏赵岛纯出甲，有上百人từ家甲引导门口甲灯，要求伊就要离开当地。消防车对鞍山保护观察所开出，但伫边仔民众一直向车等过两。南韩12年前因为绑架性侵儿童，造成受害查某囡仔重伤，被判12年的男子赵岛纯12刑满出狱。赵岛纯2008年性侵8岁查某囡仔，手段正残忍，造成受害查某囡仔终身残障。伫这个案件进前，伊就已经有17项前科，也佫包括性侵一位19岁查某囡仔，是性侵的累犯。2009年已经获检方起诉，求处无期徒刑，所以啉酒醉未记的为理由，迄当阵的法官只敢甲伊判12年。伫坐监这段期间，犯案过程被拍做电影，希望为爱重申，也引起国会推动修法。伫这12年，专家甲伊做心理评估，认为伊出狱了再犯的几率超过70%，互民众真惊。之后累积有61万的国民联署，要求甲伊的刑期改做无期徒刑，要11万人签署另外一份请愿书，要求继续监禁。甲其他7件包括重审的案件连署，不过南韩政府无愿意破例，互南韩人民真愤怒。伫出监之天，上百位激动的民众伫咧家的大门口，甲伊徛过楼骹，要求伊离开伊住的鞍山市。赵岛纯出监了，媒体问伊是毋是有反省家己的罪行，伊无应，只跟他行礼，如果互警方带走，就互警方带走。这么南韩政府只跟他行24点钟久监视器、电子卡条加执法人员监控伊出监了行为，公布伊个人资料伫咧性犯罪者相关网站，掌握伊的行踪。公司新闻陈世东编译。美国食药监管局通过紧急授权，准辉瑞疫苗会当开始注射，按后礼拜开始开放医护人员、有老大人优先注射。新冠病毒疫情替全球拖，目前已经累计患者共7000万人，死亡人数嘛要到160万人。美国为7月开始注辉瑞疫苗了后，美国 FDA 食药监管局嘛伫当地12日紧急授权批准了辉瑞疫苗的使用，预估会为后礼拜开始进行注射。第一阶段大型注射290万剂疫苗的对象是照护实施的医护人员、老大人。What we've told manufacturers is that in order to market in the U.S., they have to validate their tests. They have to tell us that they validated their tests. And then in the package insert, they have to let people know, and users, labs, etc.
疫情重灾区巴西虽然总统波索纳罗质疑疫苗的效力，嘛也未得到国家卫生部的许可。不过，人上济圣保罗已经宣布，要于明年正月25开始替居民注疫苗。当然，俄罗斯嘛预告要伫这个9月，在全国实施大规模的注射国产疫苗斯普尼克。不过，受到英国贵宾病例的影响，某部分民众无信任疫苗的安全性。It does concern me because I don't know what I'm allergic to for the most part. So I mean, as far as I know, the only thing I get is like hay fever from seasonal allergies, but that's about it. I don't think I could do that. I don't think I could accept that. And the bad part about it is, if it goes wrong and you do get a virus from it, then what? What do we do for a virus that we can't cure? 伫法国民众因为捌伫2002年出现 B 型肝癌疫苗的后遗症，加上对政府的无信任，有超过3成以上的法国人嘛对新冠疫苗的效果产生怀疑。即马 WHO 世界卫生组织嘛已经决定要伫未来几礼拜，赶紧决定是毋是爱对辉瑞、莫德纳加牛顶疫苗进行紧急使用的批准。国际新闻台上朋友。镜头转来，咱国内环岛铁路全线电气化将于这个日23完工。为咗爱做正柴油的拿破列车民众，赶紧把握上尾的机会，代替规划未来会将拿破列车翻修做观光列车，予旅行社包去经营。拿破列车是即阵代替为会使开窗仔门的火车，每天早起11点28分，甲下晡4点15分，分别对屏东的枋寮甲台东站开出一个班次。每一摆若是到假日，真侪铁道迷对全国各地拢会来遮坐车，尤其是经过台东高梁这段，旅客开窗仔门吹海风，欣赏美丽海景。我们的蓝皮列车哦是属于没有冷气的，然后而且可以开窗户哦。那很多旅客会从枋寮哦，尤其到多良这一段哈，很多人会开窗户啊，然后看风景。代替南回线电气化工程，这个月23就要完工通车，环岛铁路全面电气化，柴油列车会多台停开。不过，这种古董级超过50年以上历史的拿皮柴油列车，是真侪民众少年时打拼工作，也是对外地读册要回去厝一定会坐火车，充满无限的回忆。这阵团车离开出最后一班就要停开，大家拢感觉真唔甘。想回顾一下年轻的时候有这种坐火车的那个印象，因为来过很多次了啦，想说也快停死了哈，所以说就赶快把握机会。代替表示，拿皮列车停开了后，会进行修理、改设、改优化，也完成发包予旅行社经营的包车业务。预计明年4月了后会复开，提供万华旅游的铁道路程。记者综合报道。家己太保的南新国小配合当地水牛出历史，起一个水牛型的游戏场，要予学生囡仔踮水牛的欣赏佚佗。这座水牛城堡嘛入选教育部多元特色的游戏场。囡仔哪行哪跳比小多，佚佗甲真欢喜。这个亲像一只水牛的空间，是嘉义县太保市南新国小的特色游戏场。学校表示，囡仔伫咧遮，唔但是佚佗，嘛是咧学习。小朋友在里面的群体的一个互动，然后躲藏，然后甚至里面比较窄小的空间，他还要用爬行的方式，那变成小朋友在里面其实是更多丰富的游戏，而不是一个人的游戏。就是之前那个溜滑梯只有1、2、3年级，4年级因为那个不太行。为要改善学校内底佚佗面，学校开2档的时间规划时间，加入在地水牛厝的文化。嘛，互这座水牛城堡正做分家地区，唯一入选教育部多元特色的游戏场。这个经过22县市到教育部做一个竞争型计划去争取经费，那我们完成了这一座是云嘉嘉地区的第一座特色游具。旧的比较有一点无聊，新的比较有一点很好玩啊，因为还有草地，因为那个溜滑梯有转弯地方。学校表示，这座水牛城堡亲像一只水牛趴咧休困。当初县政府甲公所拢有补助经费，不过也是无够，是学校的老师甲学生举办预备募款，才顺利装着需要的经费。续来，阁要豆豆来调整，希望互囡仔在趣味阁安全的空间耍戏。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最后来关心各地头今仔日的天气预报。北部地区16度到23度，
中部地区18度到27度，南部地区19度到29度，东部地区17度到26度，外岛地区14度到23度。感谢您收看今日的早起新闻，我是陈虎宪，咱再会。